体育老师今麦要教你拣金蕉甲火龙果。若金蕉你去水果摊看到，你会买一皮还是一皮？哎，当然，你看我的汉草甲我的身材，当然嘛是爱买大皮食较饱啊，我就买这。啊，你若拣这，我先甲你恭喜，因为这食起来就涩怪怪。因为你一看嘛，这个还佫有青青，有无？这就是看了知影讲，这是用雾的。不是自然色的，人工的啦，是去雾色的，时间还无够，先挽起来雾色才卖出去，所以这顶悬就青青，下骹嘛青青，头尾都青青。若这皮的，你看起来是规个拢黄的。若讲金蕉要好食，就要拣这种有点点的。吼，虽然讲看起来无这个水，也毋过你捌听过无？摆摆啊红食袂空，这个是有内在好食，啊，这个是雾色的，就较无这个甜分。好，我起来。刷落来。火龙果，这两粒吼，若在市场，我绝对会买这粒，因为伊是圆的圆度甜分都较有够，若这种较长果仔型的，就表示讲伫咧栽啊顶悬的时阵，这个栽啊就较无遐尔健康，所以伊出来果就是长的，不管是拣红肉还是白肉，火龙果拢共款，拢共款，对，啊上重要你来看火龙果伊本身这个皮，这个皮若是。拢有茎开，就表示讲熟度有够，袂了了，而且鳞片哦，较大片，较大片，啊，拢劈开的，啊，那像这种，你看，这都了了，有无？就甲迄个金蕉共款，熟度啊无够，譬如讲，啊，佫爱10工才会用挽落来，啊，伊可能较赶，想要即马好介绍，要紧卖出去，紧挽落来，这可能5工。啊，这个了了的吼。啊，无够熟，啊，无够熟，绝对无熟的好食。像这小撇步记好条，你就会当买到香港又个甜不不好食的水果咯。